生兒育女對唔少人嚟講係人生嘅一個新階段，亦都係對美滿家庭嘅憧憬。但不幸地，對某啲夫婦嚟講，卻係夫妻關係走下坡嘅開始。當新生嬰兒出世後，父母要花極大嘅時間同埋精力去照顧，連休息同瞓覺嘅時間都唔足夠，更唔好講要花心機去維繫良好嘅夫妻關係。然後子女開始上幼稚園、小學，父母嘅焦點就放喺子女嘅學業、社交、提升競爭力等等嘅事情上。呢個時候回望過去，先發覺夫妻之間嘅問題已存在多年，無數積累嘅衝突同矛盾，似乎從來冇解決過，只係一直被一大堆更要緊嘅事蓋過。好多人誤以為婚姻就好似一棵野生嘅植物，以為唔使理佢，佢都會自然成長。但事實上，婚姻更加似一盆盆栽，需要陽光、氧氣、水、肥料，缺一不可。當你一段時間冇照料佢，就會發現佢已經開始枯萎。如果繼續忽視佢，唔使幾耐，佢就會完全死去。為咗防止婚姻嘅盆栽枯萎，並讓佢有足夠嘅養分生長，夫婦需要努力做到以下幾點：一、生小朋友前做好心理準備。子女出世後，家中嘅角色會出現轉變。以往只係夫妻二人生活，即使出現意見不合，都較容易解決。但當加上父母嘅角色時，就伴隨住新嘅責任同期望，例如照顧新生嬰兒係極花精力同時間，難免需要捨棄過往嘅生活習慣，工作同閒餘時間等都要重新安排，而且繁瑣嘅事務不斷增多，亦都容易令雙方嘅情緒波動。如果未有足夠嘅心理準備，呢啲轉變就會帶嚟極大嘅壓力，不斷引起衝突。因此，喺生小朋友前，最好雙方對即將嚟到嘅生活轉變都有足夠嘅認識同討論，並預備好自己接受人生新階段嘅挑戰。二、花時間心機去照料婚姻，唔好俾父母嘅角色耗盡你喺屋企嘅時間同精力，都要抽時間去培養夫妻關係，揾一啲夫妻都中意嘅活動，例如1星期1次2人晚餐。又或者等小朋友瞓咗覺之後傾下偈、睇下電影，呢啲事都需要刻意去做嘅，令對方感覺到你對佢嘅重視，先至可以好好咁維繫關係。唔好覺得老夫老妻，我哋唔需要呢啲肉麻嘅事，因為喺婚姻入邊，當自己嘅需要被對方看得見並得到重視，自己就更加願意去付出，去愛對方。有愛嘅婚姻就能夠建立有愛嘅家庭。三、正視關係中嘅矛盾。如果夫妻間有爭執，就要及時處理，唔好因為忙碌唔想花時間討論而劈埋一邊。事實上，夫妻間嘅衝突多數都係瑣碎嘅小事，但若然無數嘅小爭執堆積起嚟，殺傷力其實可以好大。最容易出現嘅就係形成既定印象，即係對對方一啲先入為主嘅評價，例如佢就係咁懶，冇得救啦。佢永遠都唔會為他人着想，咁會令我哋產生偏見，同時對方亦會覺得被冒犯而作出反擊，形成惡性循環。因此，夫妻需要定期處理喺生活各方面上嘅意見分歧，坦白咁分享同討論，並互相調節。如果夫妻能夠維繫一段健康嘅親密關係，唔單止自己可以感受到幸福，亦都能夠幫助仔女建立安全感，令佢哋嘅內心有足夠嘅愛嘅根基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，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，減少怨恨，作審慎嘅離合抉擇，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。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！鍾意我哋呢條片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